今年的7月初3，全球平均的温度达到17.3度，这是有史以来上热的一天。世界各地即马温度直抢悬，直破纪录。国内外科学家即马拢认为讲，这是因为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地球暖化，加上今年高温性用现象，今年的气候反常才热烈。台记新闻特别制作地球小滚时代的专题报道，要带大家来关心高温对环境、农业、渔业、病虫害也有健康的伤害。希望会当替咱这粒当地发烧的地球找出退烧的办法。敦煌秋龙购有民大党拍相，外省员伫大日头之下为民众挂送。烧热的热天，因是第一线受影响的族群之一。热对外省员的影响是真明显。那拄到外省员受热的情形，毋是找一间便利商店小休困一下，就是爱放弃规工的订单。他可能热衰竭或者是体力不支，那甚至过世的情况下都有这样发生。今年7月初3，全球平均的气温有17.3度，是1979年以来上热的一天。学者讲，这是人类排放温室气体，再加上大自然的性应现象致死的结果。一般咱伫迄个太平洋较热带所在温度上悬的本来是即个伫西太平洋。有当时呢，即个较悬的迄个温度会向迄个东太平洋迄边去刷去迄边就对安尼。即款这情形出现的时候，就变到性的现象啦。西太平洋海温敢是航路共款啦。这航路制造出这波动去影响到全球的气候甲天气嘛。你若这航路为西边刷去较往中的时候，规个全世界天气气候都无共款。学者分析，全球的气温升悬，台湾除了气温提悬，热的时间也会变长，而且高温的空气较湿，风态强度都会增加。寒天、春天之间，无雨酷热的时间也会变长。We came up with a probability for one of this year, between 2023 and 2027, to exceed the 1.5 degree caused by El Niño and the anthropogenic warming. 过去差不多30年增加的速度佫继续紧啦，但这几年看来佫较紧啦。暖化加速，加上亲像台北盆地大量使用能源，搞产生热气。建筑这热气就吸伫咧建筑物顶悬，那热地较少，降温的效果就歹，就造成热岛效应，致使都市的温度较悬。伫较早开发、较无都市计划的网架台东地区是更加明显，但是互人意外的是，热地无少的时啊，今年7月份竟然捌达到38.6度。风经过基隆河进来，然后进到台北盆地内部，往北转往淡水河出海口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是把热气都带到这些地方。最严重的，其实我觉得新北问题很大，还有在士林、社子这边、天母这边，其实温度都很高。就按如推论，写即寡风北地区若要降温，就要先解决市区的高温。自然风廊的风道去指认出来，冷空气生成的地区立法去保证。除了城市规划，世界各国也当咧拼2050年净零排放，控制全球一直抢悬的气温。过去希望全球升温的幅度通控制伫1.5度以内，可方向认为现在是已经真好达成这个目标。若通控制伫2度以内，可能较实际。记者阮由随庄准由综合报道。